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粤美中华首轮汇演新雷组第5、第6场的精彩实况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将继续给您介绍新雷组首轮汇演第7、第8场。究竟哪些粤剧新秀能从中脱颖而出，成功晋级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新雷组首轮汇演第7场的评委是粤剧名家张国华、粤剧名家吴素英、粤剧名家汪秀月。除了评委的现场亮灯外，观众还可以在网上为喜爱的选手点赞，点赞数多的选手可以获得淘汰豁免权。我弟弟镇馆之宝，如今见而色落，这便是我是好，这。有了，我不免将此宝弓藏在这里，吹着云头，乘风儿行走天了。
冤枉啊！苍天啊！生生愿世子婿，同地今为什么东西中问他爹？
杀天道上阵，重生缘。我已愿你血不洒红尘地，祈求他一枪碧血把翻新。我儿愿尽空云风起，层层成卷，祈求他落月水漫漫，金花滚思念，我算几经生死关关，祈求他三郎年年还三年，还三年。不是我下作动怒的念，不是死在天大的机缘，缘儿黑人也降下了给我的灵啊，光归七彩生，看过一女我把路引，偏清晨走那黑心城。飘荡荡离了泪阳为，与自己离虽不去，一虽暖啊为。
了东海市，归山在草妇娘，金发宝图草木铺地坟。159号来自南京市越剧团有限公司的蔡琪琪，160号来自宁波市鄞州越剧团的黄一栋，165号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曾希言。由于只有2位评委亮灯，进入了待定区。163号来自南通艺术剧院的张贝叶，166号来自嵊州越剧艺术学校的杨玉杰，167号来自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有限公司的郭路伟，162号来自嵊州越剧艺术学校的叶孙杰娜。由于没有或者只有1个评委亮灯，遗憾离开了本次汇演舞台。但因162号选手叶孙杰娜是本场网络人气王，行使淘汰豁免权，由原来的淘汰区进入待定区。非常高兴今天看到了新一代演员的出长成长。那么你今天展示的这批演员呢，应该是我们越剧界最年轻的一批演员了。从现场能看得到你们的老师和你们自己付出的努力。那么就是要注意的呢是，我们演员讲起来唱做念打，练的就是一口气。那么现在因为你们非常的年轻，有的刚刚从学校出来，那么有的呢在舞台上也实际的也不深，那么所以呢对气息的掌握、气息的把控，那么有一点欠缺。我今天呢，我想要讲的一点呢，因为我看了一些比赛，我感觉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各个流派啊，回18、18，那个现在我们的技巧是提高了，那个水袖的那个飘逸啊，扇子的那个运用，我觉得都很好。因为随着我们要与时俱进嘛，我们练就了更好的基本功，把它运用到我们的演出中间来。但是呢，我是想啊，我们但凡拿到一个剧本或者一个人物，我希望我们的青年演员多读一点，研究一下人物，研究一下剧本，然后我们的动作、我们的技巧的运用都能够体现在我们的人物中间，这样就好。我这是提一点建议啊。每次看到这么多青年演员啊，在为了自己的事业不断的努力奋斗，心里感到很宽慰。至于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比赛呢，各有优点缺点，2位老师都讲了，是吧？我是很赞赏最后一位同志，他那个那个行路啊，这难度非常高，无论是那个唱、表演、形体，非常好。他能够轻重强弱快慢，整个节奏掌握得非常好。这个是比较突出的一位。今天我觉得啊，特别要讲一讲，我们应该要朝这方面努力。我们越剧之所以能发展，就是有那么多前辈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，我们后一辈应该继续努力，更上一层楼。永联杯粤美中华越剧青年演员大汇演
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新雷组首轮汇演第8场的评委是粤剧名家张国华、粤剧名家吴素英、粤剧名家汪秀月。除了评委的现场亮灯外，观众还可以在网上为喜爱的选手点赞，点赞数多的选手可以获得淘汰豁免权。新娘子夫妻交把天地十洞房，妈妈在从今后叫我不要再到书房去，新房里面换新娘。妈妈在直接与你同去玩，夜里与你共压床，将来生个小宝宝，我做呀嘞，你做娘。这都是妈妈对我讲，她叫我好好看待你新娘。我还有许多话忘记了，我还有许多话忘记了。嘿，新娘子，新娘子啊，新娘子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哦，你是个哑巴。越不伤心，他好似把曲目传颂，爱相会同，心酸在莲花之中。
田子子，田子子桃李菜美泪淌，南山我去家娃乡，这玉人儿羞答答，羞答答，可以蓝晒福美坛上，茶得梦寐朦胧心思，心思朦胧问对他山。两心随缘，诚心奉长。小人与下卿上禀教子。连王两家朋友亲，早得与小姐早联姻。这为今年我家宾，那王城司礼要拉婚。那天我家为放风筝，花园里巧女往前进，相见不忘夫妻情。让我去宁在山根，我也不莫
金元门不知何人杀心肠。你在世上今在心，浑身鲜血在已经啊，慌乱匆忙回家里，敲门在上许手印，句句言语都是真，外望他人生冤情。玉如平身。玉小姐亲手所赠，精彩一字，金钗现在何处？葬在小人身边。小生那天在王府花园茶外，才识别夜色的金钗一字，呈上来。凭空挣来上金钗，都叫我心中为你猜。世间相儿心明白，我如今大梦中醒来。说什么千金有情爱，恰原来母女串通将我害。怪不得西城死在花园内，怪不得湘雅故意曾经今早的你与招夫早，大人冤枉难找。
等，为什么一切皆发生冤枉？二公包藏娇小金，为什么作证上公堂？怎等的去复正应啊？看来青色逃避心肠。
170号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赵家苑，180号来自宁海县平调艺术传承中心越剧团的陈琼瑶，182号来自桐庐越剧传习中心的朱阳奇。由于只有2位评委亮灯，进入了待定区。172号来自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的刘明，181号来自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何青青，174号来自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的陆志燕。由于没有或者只有1个评委亮灯，遗憾离开了本次汇演舞台。但因174号选手陆志燕是本场网络人气王，行使淘汰豁免权，由原本的淘汰区进入待定区。这次的粤美中华的比赛场上面有一个非常的有特点的亮点，就是出现了很多的男演员。这是历届比赛当中是最多一次男演员的一次比赛。那么这些男演员呢，应该说是各具功力，各有特色，各有亮点。说实在的，男演员在越剧团当中比较艰苦，这个因为是观众的受众面，一般越剧呢这个剧种相对来讲比较柔和，那么观众对我们熟悉的是女小生，那么男演员呢在越剧团当中确实是比较艰难。那么欣喜的呢，就是现在男演员是来从事这个越剧舞台，是越来越多，有一个非常好的走向。要给他们排一点戏。对，要给他们排练一些新戏。因为我觉得啊，每位参赛的青年演员，他们身上都有他们各自的闪亮点。那么我今天看了呢，我也有点激动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好像有喜欢几个今天啊，比如说像那个醉话中的刘梦美，她的身上啊，我是觉得啊，确实很到位，很规范，而且她的动作不是为动而动，她是根据人物此时此地的心境啊，她来做出一些动作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她的念白也蛮有功力的。另外还有一个林昭德，我觉得他的唱啊，他的声音啊，确实很饱满。就是听上去呢，我觉得他这个编排确实不错。但是呢，我是觉得可不可以有些地方，根据人物的感情，他能够稍微收放，有一些那个就是比较，就是我们讲跌宕起伏的地方，这样我觉得就会更好。化妆呢，有的时候看看不要小看这个东西。今天有一个演员，是吧？整个唱表演都很好，就是化妆了看上去有点黑贴不脱了。上海人讲起来有点黑贴不脱，看不到欣赏这面孔好像太黑了一点，可能是两腮那个打得太黑了。这里呢可以稍微亮一点，穿的是白衣服，一对比更黑。感觉上好像不大舒服一样，这些小问题啊，这些今后稍微注意一下，是完全可以改变的，是吧？总的我们上午下午，我觉得很多冒出了很多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好的演员，是吧？这些希望你们进一步的提高啊，在这一次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。在下周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本次粤美中华首轮汇演新雷组第9、第10场的精彩实况。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